男子400公尺的田径比赛，第一名49秒多，49秒多。那个女生的话是56秒多，差了7秒左右嘛。女生可能心脏比较小。400公尺还可以跑这么快啊！害我困不了。49秒多，你看，女生先跑了56秒多，男生你看第一名49秒多，差了7秒左右。你看，女生可能是因为心脏比较小。